这位是我的男朋友，伊叫段正淳。啊，恁大家吼会当叫伊小段就好啊。我袂答应啦。你即摆啥情形？到底是有，还是无？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。伊这个人吼，较避暑哈。富贵，珊珊人真好呢，啊大先生是你的副手兼司机，你嘛替伊讲更较好诶。无啦，什么副手兼司机？误会，伊是我好朋友啦，伊是做交通事业的，伊讲伊是开车来甲我载尔啦，对无？段总，对，副总诶，段总，刚讲真好，哦，阮珊珊出名的迄勤俭骨力、幸福搁兼有效。哦，你若有好消息哦，一定要甲我讲，我把一包大红包送你。你熟悉伊？你是安怎甲我讲？我。我讲你无甲我问，我要安怎你讲啦？这个袂歹呢，你看，不哩啊过水哦。这伤大了吧？珊珊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无代志，真正无代志，高中，我拜托你，互我一个人小安静一下，好无？你拄安尼讲，我感觉愈奇怪。什么代志？你一定要一个人安静一下。恁两个人哪咧冤家啊？我毋是冤家，珊珊交新的男朋友啊，迄个人佫熟悉富贵呢。伊佫雄雄秀气，我感觉真奇怪啊。珊珊高兴的男朋友是啥啊？一间交通公司的总经理富贵叫迄个人叫段总。啊，这段啊，是不是迄个小段啊？哦，恁已经迄落，迄落无这代志啦。头个啊，你若叫我做珊珊啥物总的迄无？歹势哦，因为我做袂到啦。啊，头拄迄个状况我嘛是不得已啊。啊，不过讲正经的，珊珊若真正介意你吼，你就要担起这一切，好好回应吼，知影？头个你是咧讲啥啦？我有一个小弟，佮有小妹爱顾，即摆佮加一个走来去，哦，迄我袂动啦，我袂使啊。你爱对家己有信心啊！你爱较拍拼，变做好野人，我会甲你斗相共啦。唔通哦，上王囡仔好势，胜利囡仔歹势。我也是好好啊哦，照顾你这个头家，好好照顾你的车，双手换hand道路，直直甲驶去，较单纯啦，吼。我唔捌看过有人真会介意赛车呢。我要甲你赞助，甲你变做好野人，你讲唔爱？我母爸讲过，人吼落土是八字命，注定好好的啦。啊，你若坚持叫我做啥物总的吼，我来讲，我即马正式甲你洗头路。小段，我问你啦，落土八字命，后摆迄个是啥？唔知啦。3分定7分拼。你小弟小妹保释费吼，我已经替你拿好啊。你规年趁你拢免烦恼，你替我拼就好啊。哎，你我所做一切，是我最感动的。你甲珊珊的代志，我依然无要甲你斗相共，是我豆向你就好。好啦，我老实甲你讲啦，讲啥？珊珊伊过去捌介意我。介意你？哦，较细声咧。你我以了无唔对啦，但是恁的关系哦，有淡薄复杂咧。阿雄啊，是珊珊的姑丈，你是阿雄的小弟，这迄个关系，我感觉一点仔关系拢无。若一个水姑娘啊，
改一个阿静，嘿，我感觉嘛是，阿静合你啦，OK 啦，做伙无要紧啦，什么都 OK 咧。我就是甲珊珊当做囡仔啦。我甲记住了后，伊真无谅解我。啊，毋过伊对我来讲最重要的。过去我亏欠伊足多，毋知会请你甲我斗相共。啊是亏欠啥？袂使讲了，